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7月12，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汉光16号演习对明仔载开始到17，国防部是用影片来展现国军保家卫国的决心。后礼拜37月15正式发纸本的3倍券，经济部呼吁民众尽量莫手伫前3日来领，系统较袂超崩。有一个学生伫6当前伫苗栗骑车摔倒，造成破碎，法官认为是伊超速，国赔转受驳回。中国智库表示，美军 RC-135S 的侦察机飞去南海，侦察中国军队的动态，经过咱台湾东部的外海空隙。若汉光16号演习对明仔载到17，国防部是用影片要展现咱国军保家卫国的决心。这回演习的焦点嘛是讲，咱国军新编成的联合兵种营头摆上阵。学者表示，中国是有类似的合成营，所以也引起关注。国军年度重要演习汉光演习即将要登场，13到17展开为期5天4暝。三军联合防卫作战是兵操演，国防部释出战斗片，画面会当看到战机起飞出击捍卫领空，海军舰艇用火力镇守海峡。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因为海军陆战队伫演习有演发生意外，造成2名士官兵殉职，所以取消突击艇周坡运动科目。学者表示，国军演习之外，也爱防范强军试探军情。我们在演习的时候，他们派出电侦机在我们演习附近区域，坦白讲，基本上呢也不意外吧。共军的飞机经常靠近我们台湾西南边嘛，派他们的各种电子机来了解我们的这个透过电子讯号或等等，来收集一些资讯或情报。我们在做汉光演习的时候，它不会有周边的活动，可能就太天真了一点，但是要看他们距离我们多远，有没有挑衅。这摆汉光演习，佫较是国军新编成的联合兵种营头一摆就任，要验证一个联兵营都会当同时作战。学者分析，强军也有类似的合成营，两个难免会被摕来做比较，联兵营会成为强军关注的项目。到底国军到底汉光演习，美国军机12经过咱国东部外海空隙。中国智库也出，美军 RC-135S 侦察机为乌克兰瓦飞往南海，侦察强军动态。这架侦察机用地追踪飞大轨迹。今年是比往年紧绷点，因为美中对抗的这个激烈增加。那么这对抗里面，当然除了科技经贸以外，当然也有军事上的，像比如说最近美军2航母舰在南中国海演习等等。美国进前为了反制中国伫南海军演，7月初派向航母打击群实施军演。另外，根据统计，共军今年已经18摆派军机了台，我近将甲打相关记录20摆。学者讲，美中关系恶化，台海受到影响，台海局势今年是上紧张的一年，所以美中双方伫台海、南海以及以东拢会被放大监视。记者综合报道。港版的国安法伫咧正式实施了后，昨民主派是启动2日的初选，要投入9月份立法会选举。上尾一日真侪投票站人是排甲长落落。主办单位嘛表示讲，投票的人数是比预期更较侪，按算甲无票的人数上修到50万。美国国务院也提出警告讲，你去中国，也是讲去旅行的美国公民，可能会因为国家安全转予中国拘留，提醒民众就要提高警觉。排队人真多，伫马路边排队要等投票。香港民主派在11、12举行立法会选举的初选，伫投票最后一天，各投票站陆续出现要出投票人，各区的候选人也用尽全力努力宣传。香港今時今日，香港連舉張法治都可以係顛覆國家嘅時候，我作為一個參選人，可以同咁多位香港人一樣，繼續齊上齊落，共同進退。做緊嚟，做呢啲成功人，但係都唔好放棄咯。藝人葉德嫻也出現為部分候選人徛台，呼籲民眾愛盡量參加。香港立法會要在9月份進行改選，民主派舉行為期2天的初選，要甲火力集中。而港版國安法則在7月份實施，外省外界煩惱這可能違反國安法，所以投票人數未傷勢。結果頭一天吸收將近23萬人再投票，超出預期。1點嘅時候呢，318184嘅投票人次，選舉嘅投票過程係大致順利，我哋都一路係向住50萬嘅關口邁進嚇。如果我哋超過33萬人投票，換言之，我哋係多咗1倍嘅目標啦。民主派有20%嘅支持者，今次初選投票日投票，嗰個認受性已經係相當之高。
伫香港民主派举行初选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在一在网站的旅游建议中提出警告，指出美国公民可能会因为甲国家安全的相关理由，离互中国当局长期审问，也是长期拘留，也是因为发送批评中国政府的私人电子信息，被拘留也是驱逐出境，要求民众提高警觉。不过，伫网站内文内底并无具体讲到发布安全警告的原因是啥物。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三7月15，就要正式发纸本的3倍券，邮局和四大超商是拢精心准备。今日像7月初1注文迄天同款，系统佮超崩，若经济部也呼吁民众唔通手前3天来领。另外，佮有风声讲，别所有的民众是比英国较减少1成，因拢该换注文纸本。经济部也回应讲，别所有的人虽然比领纸本佮较少，却有稳定的成长。第二波3倍券纸本预购，12拜日是最后一天。虽然超商无出现预购金条，也毋过预购数已经冲破1000万件。到12日下晝4點，紙本預購大約是1002.3萬件，數位綁定大約156.7萬件，合計大約1159萬件。紙本佔比超過86%。紙本發放將於7月15拜三早起9點正式發放。不少民眾表示，已經規劃買物件，程度希望量早去領。15、16號的時候就會去領吧，因為我已經規劃好自己要買什麼了，因為考量東西要先買的問題。就驚15紙本券領迄天出現真濟人排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預告，紙本券開放領的前3天人數上濟，呼籲民眾延後去領，甚至傳出為了分散領的人潮，將規劃延遲領券的優惠還是抽獎。这个再看看那个各个通路有没有规划哈。目前我们是只有针对数位绑定的部分有抽奖的鼓励，真的还是鼓励大家不要集中在前3天，就多多分散。经济部强调，目前官方优惠只有数位绑定才有，纸本券优惠是由通路实体店家规划，也毋过当地有银行业者透露，未少绑定信用卡的民众大约有1成人反悔改选纸本，再度影响数位消费政策。其实这个是每天都在增加中啊，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依存是怎么来的，我之间我们是看不出来啊。我是以自己习惯为主，Line Pay Money的支付方式。回馈的话，点数可以去用贴图。虽然数位绑定无可能成，也毋过其实也有不少民众犹原咧观望。第3波纸本预购日期为8月初1到初7，经济部强调，数位绑定无期限，只要伫年底前完成绑定消费就会当。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姓武的大学生，伫6天前苗栗市连大路骑车摔倒，造成半碎。家属是质疑这车路设计是有问题，要求国赔4000多万。不过苗栗地方法院认为这车路有下规范，是查甫学生家己超速才会出意外，所以驳回这国赔请求。红色机车车头拢摔歹去，车壳也散甲龟头壳。2014年11月8中昼，当时读国立联合大学的4位学生，骑着这台机车经过苗栗连大路路行路段，却是无细腻，家己摔甲变重伤，造成规世人爱在床。家属认为是道路设计不当，对苗栗县政府提告，要求国赔4284万块，不过遭到法院来驳回。连大路的宽度、坡度、曲度、超高度、铺面阻力系数等设置和管理，都在规范的范围里面。连大路连接联合大学学校甲宿舍，主要用路人是学生，不过因为路较宽较弯，对2019年通车以来，常常发生事故。近5年来有128件学生的车祸，其中更加造成2人死亡。苗栗地方法院讲，4位学生的案件是委托交通大学运输研究所调查，连大路道路设计符合规范，也计算出4位大学生当时超速。那个路段限速是40公里。那分析机车擦撞的时候的时速是56.6到62.7公里，所以是超速是肇事的原因。苗栗地院虽然驳回家属国赔请求，不过伊话应上诉。离地条连大路常常发生车祸，联合大学学生也把连署要求改善。相关单位会看了后，加装跳动的路面，警方也无定期规划超速处理，希望有效来降低车祸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公客运的西站伫咧4天前配合台北市府西区门号的计划拆除搬走，转介台北市府请赔偿却互拒绝。佮讲是不服转提诉冤，佮再受交通部的驳回，所以因佮提起行政诉讼。即阵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后，是判台北市政府得要赔3328万，专案要通上诉。
国光客运台北西站的 AB 2栋建物，伫2016年因为配合台北市政府西区文化计划，向铁路搬迁。国光客运要求北市府以铁钱补偿自治条例，协划搬迁补偿。和北市府以土地使用契约规定维修拒绝，多年来无达成共识。近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北市府需要补偿国光3228万专案当上诉。配合政府的建设，理所当然就应该给我们补偿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跟法院诉求的重点，那我们也获得了法院的认同。这个要给国光合理、合法、合情的补偿，绝对是应该的。我是配合政府你的政策，我的建筑物还是向你政府来标购的。国光客运诉讼主张强调，当初客运西站建物也是向政府标购，提出补偿合法、合情、合理。北市府原编列5000多万补偿，因为法务局认为无法律依据拒发。国光客运要向交通部提诉愿或驳回，搁提行政诉讼。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契约属于行政契约，其中候车室是提供旅客运输服务有公约性。若讲依契约内容要求国光客运被当请求补偿，失去公平，属于无效，所以判市政府需要补偿。判决书的内容我们会再去做研究，那也会跟府级的长官做讨论，看是否后续的处理方式该如何应对。另外，北市府今次要上诉，北市府副发言人表示，判决书由原个进一步研究，后手会将此案摆入市府定会，再个讨论后手处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咱台湾实在有够热。气象局是测到南投的气温捌升到39度，台北也有38度。啊，即阵歇热，真侪人拢会去海边啊，是溪边耍水。不过民众都爱注意，歇热定会发生无细腻渡水的意外，请家长和学校都爱加甲囡仔宣导，才通避免意外发生。今年热天以来，全台气温一直升悬。12下到南投1度，升到39度，台北也有38度。烧热的天气加上即将要歇热，可能会有袂少民众去海边、溪边耍水。也毋过这段期间也是学生渡水的高峰期。这几年的看见弱势家庭的家长，他们都还是需要工作。如果孩子没有办法适度的好好规划暑期生活，那孩子可能就是旁边的一条小溪流不注意，然后就跟几个亲朋好友出去玩。这些东西都是平常孩子游玩的地方。家福基金会调查，弱势家庭学生因为资源不足，家长阁无用慷慨，休热期间定只有家己一个人，发生意外事故的比例较悬。根据教育部校安统计，近3年来，当年拢有40件以上的渡水意外事件，而且大约有一半的事件拢发生伫6至8月期间，家长袂当无细腻。孩子在玩水的时候，一定要眼睛看着孩子，叫声抛滑，叫旁边的人来帮忙，就消防队来求救，然后伸出竹竿啊，或是一些比较长的物品比如说抛游泳圈，或者抛可以浮在水面上的，比如冰桶啊，或者说你旁边有橡皮艇，绝对不要一个人就跳下去。新北市消防局指出，各地游泳池也有像大坝溪、北势溪、甲有来定水溪，拢有袂少游客。也毋过，耍水同时一定爱注意水域安全相关设施。家长也爱随时关心小朋友的一举一动。若讲拄到状况，一定爱大声喊救，并且敲消防队的电话，看情形来救人，千万毋通贸然家己去抢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日本九州和东北地区大水和地灾，不过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到华南地区同款有做大水和土石流的状况。外国媒体是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指出，讲包括江西、湖北等总共27个省和直辖市自治区，死亡和失踪的人数上无有140人，若受影响的灾民也超过3400万人。对空中翕照画面演看到，江西省的鄱阳湖周边地区大水已经淹到沿江看不路，也有沟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RI 报道指出，对11天尾光到12天尾光，将近20点钟内底，有4个水位观测站的测量值超过1998年创下的历史纪录。据我们统计分析的话，近3日鄱阳湖每日的水位涨幅，日均涨幅在0.53米以上。目前已经超警戒水位2米以上。同时的话呢，根据我们的分析预测，长江鄱阳湖的水位仍将继续上涨。
根据 CRI 引用的中国官方统计，敢若是保养湖流域就45万公顷的田被淹了，受影响的灾民人数有521万多人，其中大约43万人因为水灾被迫紧急避难。这个往上游来到东定湖流域所在湖北、湖南2省，用新复湖的水位来到23.7公尺，也超过1998年23.69公尺的历史纪录。这的灾民总人数有480万人，其中20万人紧急疏散到安全地区，另外有23人是不幸罹难。未来7到10天这个时段内，主要还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它的这个累积的降水量会非常的大，降水持续时间相对也会比较长。换一句话讲，这波大水雨至少会落到下礼拜6。另外，个真关心的三峡大坝，尽管对6月下半月就开始下水，不过下水加落大水雨的水量无法配合，造成长江流域的水位一直涨起来，常常超过警戒所达。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高雄市长的补选，今仔日3党参选人的竞选总部位置拢已经公布了，特别是民众党提名的5.1证，总部伫咧下晡就先启用。若民进党单机卖透早先伫咧总部举行团拜，月底才要开幕。若国民党李美珍的总部是设伫咧国民党的高雄市东部，即阵扛棒也已经挂起哩。花湾口河骑着脚踏车准备出发，民众党的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5.1证，3日下晡由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铁陪同，一路对市议会骑到前金区的竞选总部参加成立大会。被问到对手李美珍甲总部设伫国民党市东部是顺韩国如模式，伊无愿意评论。也没什么意义啊，就看看到哪里啊？我们高雄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些政策、空污啦、经济啦、年轻人的工作权到底怎么做讲清楚，让市民好做决定，而不要流于意识形态。大大的看板挂伫国民党市东部壁顶，主席江启臣早起也跳工来陪李美珍拜票。被问到总部是伫东部理由，李美珍讲补选真无用，所以尽量简单方便，有计7月中了后启用。因为之前的 style 跟我们年轻人比较不一样，所以这次梅珍想说把它改变一下，所以我们总部的祈福应该会是在7月中旬左右会找一个时间，所以可能要让我先整理一下。立民进党参选人陈其迈总部选伫个徛街中野区，早起有先举行团办时也发炉，因为民进党提出的口号票投陈其迈顶发郭文铁，和郭文铁批评票投陈其迈是顶发高雄市民。陈其迈讲郭市长应该定定到高雄行行。我假如担任市长未来只有高雄队那我一定会组成一个超越党派那以在地优先跟专业优先为最重要的考量也不会有所谓的卖团队。高雄市长补选会在15抽号处，参选的3党竞选总部也各自选好所在，上午会在7月底全数启用，也代表选战的进入上修路的阶段。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车头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禁止予人坐点大厅的涂骹，阁有风声讲大厅以后拢唔通坐，引起外界讨论。这阵代替也决定要用笑面的大大纸来改造大厅，希望台北车头成做多元和友善的环境。台北车站大厅即马有新的面貌，黑色地板搭上笑容的大纸，凡是微微啊笑、开喙大笑、啉目睭笑，各种的笑容拢有。白色地板嘛是真有卡斯，用包括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印尼文、菲律宾文、越南文等10种的语言，台湾各种族群的文字，写微微啊笑的字样，互北车的黑白大厅变成笑容大厅，吸引不少旅客来遮打卡翕相。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一起跟朋友这样聊天，然后一起坐着在地上也可以。现在我们疫情做得那么好，更需要开放给他们这些从好不容易在台湾过这个疫情的这阶段啊，对，大家一起度过啊。有时候我们大家要微笑一点，不要闷太久。代替进前因为疫情影响，宣布北车大厅禁止坐伫涂骹甲集会，也佮传出规划是永久性的禁令，引起外界正反两极的声音。部分的民团批评北车是无友善的地标，对此代替甲公民团体举行会议了后，达成公共空间、公共使用、公民参与的共识。第一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友善符号。也就是笑面，展现北车的多元、友善甲包容性。原则上，公共空间、公共使用
那我们以打造友善的环境为目的下，我们欢迎在北车大厅所有的旅客，他能够依照他的想法，在这个大厅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代替表示，无论民众对北车大厅坐伫涂骹的看法是支持还是反对，拢会当伫遮找到属于家己的空间。北车也会阶段性的推出友善方案，包括正式座椅、修理非营利公益性质的活动，让北车大厅成为多元文化甲族群友善的代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地方放送头，6月初，村口火烧起的纸风车剧团，昨暗伫咧台中的东区举办大型的户外公演。因为是公益的性质，所以现场也写10万的大人囡仔去看表演，造成附近的交通冻点。另外，防疫的工课，剧团同款要做交整，亲像彭体温含漏联络的资料。民众到达时间，剧团演出正式开始。国内知名的纸风车剧团在暗时啊，伫咧台中东区举办公益演出。因为好不容易才等甲国内疫情解封，真侪民众趁假日带囡仔来看戏，现场拢是人。主办单位统计上无有9万人。就是门太久，带小孩来看，就机会难得来看一下。因为国内也搁伫咧防疫期间，所以防疫的工课袂使凊彩。主办单位现场设有2道防疫的措施，除了要先用手机上网写实验资料，才会使入场，也搁要量体温，周边的交通也搁一度真塌。但是看到这侪人来支持，剧团相当的感动。对于纸风车，不论是在面对上半年的整个疫情、演出取消的状况，然后以及我们在6月初的时候遇到火灾哦，我们所有的布景道具都烧毁的状况，我相信孩子的笑容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回馈。剧团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防疫期间的演出已经减真济，但是伫咧新北市八里区的仓库，6月初又搁发生严重的火警。电工、影响、服装、道具、布景拢烧了了，损失上少5000万。这是火警了后第1届大型的演出。不过只要个人愿意支持，若是纸风车，规国内的艺文产业一定拢会使渡过难关，慢慢搁再爬起来。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嘉义民雄的国家广播文物馆和中正大学同齐举办旧相片的展览。100多张80多当前的旧相片，记录在地重要的建筑和文化活动。这个展览嘛按算到9月底，希望让民众更加了解民雄的在地文化。一张一张的旧相片，内底记录着80多年前的在地历史，而且还有已经公布放送的设备。嘉义县民雄乡的国家广播文物馆配合着中正大学的文史调查，举办着旧相片的展览，给下一代很好的榜样，可以知道民雄以前就是这样子。这个照片呢，我看起来都很珍贵。因为反正他们的活动是大学跟附近社区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以前叫做民雄放送所，属国防部管理。因为军方的背景，所以伫地方上嘛相当的神秘。一直到1998年中央广播电台脱离国防部了后，才让这个所在有机会影响民众来开放。国家广播文物馆在这边已经80几年，它有83年的历史。那我们在这边把声音发向全世界，好，然后在这边找到过去的历史的意义，在现在重新解读。我们希望台湾可以走向更好的未来。这个所谓的老照片展，或是做一些文史调查，让大家去了解到这里的一些文化的历史。我们希望师生跟乡民能够彼此的认识，然后有一些认同，然后可以来一起为民雄这个地方做一些新的发展出新的可能性。伫这届旧相片的展览当中，知名导演王小弟的爸爸嘛，因为捌来这视察，所以嘛出现伫咧旧相片内底。因此，导演嘛特别落力来到嘉义参加活动。主办单位表示，这100多张的旧相片记录迄当阵的生活甲宗教文化的环境，希望以后民众了解民雄的即马甲过去。记者林慧玲嘉义报道。明仔载低气压挖进东南部的海面，恒春半岛和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高温小热。若过到了后，中南部的地区就有雷公雨，雨会落较粗，就要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你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27度到37度。中部地区26度到36度，
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东部地区26度到35度，离岛地区27度到35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元啊。大家敢有发现我的头鬃有啥物无同？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做头鬃。做头鬃汉字写做做头鬃，罗马字写做知耳者，特鳌头，知肮脏。做第3条，头第5条，鬃第1条。不管是查甫囡仔还是查某囡仔，爱水本底就是真自然的代志。像阮爸爸3不5时就会去洗头做头鬃，甲我同款。查甫去剃头，看是要剃平头、女乌头。女乌头就是剃光头的意思，也是要加3分啊头、5分啊头，外国介时行的海角啊头，拢会使，只要家己介意就好。若是有流济味，就要定定收，较袂插着目睭。有的人破平、破中央，也是破边啊，看你的面型较适合倒一种。啊，头毛若伤高，就要拍补，会较清爽。查某囡仔头毛要洗头，通常会先剪、收、洗头。若是要电头鬃，就用管啊、药啊落去电，看是要电大管的，还是细管的；要电好球，还是要电好直，拢有法度。啊，若要染头鬃，看是要染什么色？要染一撮、一片，还是染规粒的，会使做足侪变化。咱若是发现有人去剪头毛、去剃头，会使甲伊学了讲：1日剃头，3日烟头。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咧讲，剃头了后，人看到较清爽、有精神、较烟头款。佫有一句俗语讲，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意思是咧提醒咱大家做代志唔通做一半，要做就要甲做较好，有头有尾，安尼较好势。溜做头鬃，洗头，剃平头，坐眉，拍补。1日剃头，3日烟头。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有时若心情真歹，我就会去互人洗头，洗倒一个，换头鬃型，有好心情。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公司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